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耶利米记第9章第1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12节到1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呼召认罪。每次谈到禁食这个主题，牧师总是要谨慎的提醒兄姐，必须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禁食不是一个死的规范，千万不可以要求每一个人都做一样的事。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禁食的意义以及用意。否则的话，即便是能够维持禁食40天，也是没什么意义的。法利赛人对于禁食的态度基本上是错误的。他们认为禁食是一个大家都应该要守的宗教仪式。其实禁食是为了表达哀伤，借以来对上帝祷告，祈求上帝的保守以及生命的改变。禁食是为了表达心里的悔意，诚心认罪，祈求上帝的怜悯与罪恶。一个明显的圣经的例子，就是约拿书里面第3章尼尼微城，他们从王到最低阶层的奴仆，从人一直到牲畜，他们都要禁食、撒灰、认罪，并且要悔改。圣经这样记载，说到尼尼微王一听见这个消息，他就离开宝座，脱下了王袍，披上麻布，就坐在灰的当中。他向尼尼微人发出通告说，这是王和他的大臣颁布的命令，人、牲畜、牛羊都不可吃东西，不准吃，也不准喝。人和牲畜都要披上麻布，每一个人都必须恳切地向上帝祈求，并且停止邪恶的行为，不做强暴的事。也许上帝会因此改变他的心意，他不再发怒，我们就不至于灭亡了。这是约拿书第3章第6节到第9节的记载。尼希米先知的时代呢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做的。尼希米书的记载，这月的24号，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禁食，为他们的罪忧伤。他们已经跟所有的外族隔离了。他们穿上麻衣，撒尘土在头上，表示悲伤，然后站起来承认自己和祖先所犯的罪。有3个钟头之久，他们站着听上主他们上帝的法律。接着3个钟头，他们认罪并敬拜上主他们的上帝。有一个讲台是为利未人设的，上面站着耶稣亚、巴尼、甲繆、示巴尼、布尼、示利比、巴尼和基达尼。他们大声地向上主他们的上帝祷告。利未人耶稣亚
甲茂、巴尼、哈沙尼、示利比和地亚、示巴尼和比他西亚为开始敬拜做宣召。他们说：起立，赞美上主，你们的上帝要永永远远的颂赞他，他的名超乎一切颂赞和赞美，愿人人赞美他荣耀的名。这样的情形就如同约拿书当中的尼尼微城全城的人，他们集体的禁食认罪，并且敬拜上帝。他们会如此做，是因为他们被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掳到了巴比伦。这些犹太人与先知以斯拉是同时期的，大约是在主前445年左右。以色列人被掳是因为列王背离上帝，得罪上帝，因此在先知的带领之下，他们一起的禁食、祷告，并且敬拜上帝。他们认罪祷告说，接着以色列人做了这样的祷告：上主啊，唯有你是上主，你创造天和天上的星星，你造了地和其中的一切，海和其中的生物，你赐生命给万物，天君都向你敬拜。你是上主，是拣选亚伯兰的上帝，你带他出巴比伦的乌尔，把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。你知道他对你忠心，你与他立了约，你应许给他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的土地，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格加撒人的土地，作为他后代居住的土地。你信守你的诺言，因为你公义。以色列人受上帝的拣选，是为了要使人得福，但是后来他们却完全的忘记要跟随上帝，遵守上帝诫命的事，忘了受呼召的使命。耶稣基督在众多的跟随者当中，他挑选了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也因此后来有许多人以为使徒就是这12个人而已，其实是错了。使徒的意思是奉差遣。后来耶稣基督也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。圣经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。记住，我要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要领人归主，要使人都领受耶稣基督真理的教导，跟随他的脚中行，并且要领受他的呼召，去成为受差遣者。路加福音第6章12节到19节记载了耶稣基督拣选了12位的使徒，并且差派他们去教导人，一起去医治人，为人赶鬼。
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上有权柄流落出来，而使徒们也领受了这样的呼召与能力，受差遣去传福音，使人得医治，领人认罪归主，走在真理的道路之上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我们返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像做了一场梦。我们欢笑，我们快乐歌唱。别的国家就议论说，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。是的，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我们是多么的快乐啊！上主，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，像雨把水带回干固的河道。愿含泪撒种的人都欢呼收割，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，要抱着禾捆欢喜地回来。感谢主赐我们救恩，让我们蒙福得救。透过我们的谦卑、勇敢，然后承认我们的软弱，并且认罪。谢谢上帝的怜悯，求主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赐给我们勇气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